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慕明阿兔啊。乡亲啊，咱昨日才讲，昨昏 Omicron 病毒就踏入来咱的门骹口啊。即马咱知桃园机场群聚事件，3个清洁人员一个运将怀着 Omicron 病毒，今仔下晡确定搁加一个，拢总5个人后，其中至少一个人 CT 较低，也就是传染别人的风险较悬。大家拢咧紧张吼，但咱着要安怎做？全国甲指挥中心搁安怎来合作来守过年这关？嘛，搁Omicron这个变种，敢有显明全球疫情的转变？正大家拢咧想的代志，咱今仔做伙来关心。小介今日现场来宾邀请新光病院洪主任副院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刘汉忠副秘书长。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即马国内疫情新发展，咱的防疫旅馆、防疫计程车运将、机场清洁人员拢有去怀着病毒，而且这道是Omicron的变种，确定踏入来咱的国门啊！也咱拄到这只Omicron病毒，有啥物代志，互人通烦恼咧？大家看，美国前一日超过100万人确诊，其中超过95%是Omicron，也咱国内昨境外30个是Omicron，这显然互咱知，伊足够世界团。咱第一线医师嘛讲到，未来6礼拜，也就是到过年后，是上界关键的时期。这个期间，头一个65岁以上的老大人，第二个青少年，第三个囡仔人上危险。还未注预防车的人，就要赶紧。即马注预防车有200块的礼券哦。随望Omicron真熬炭，咱嘛看到染着Omicron病毒的症状翻轻，也就是咱讲的流感化，甲一当前是无啥共款。咱敢会使按算讲，这个颠倒会互这个疫情定掉落来咧？咱的议题小看，咱一个一个来讨论。即马先来看指挥中心针对疫情最新发展的讲法。有一例本土的案例，那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是25例。那17266哈，它主要加是还是一样，跟我们的17，等于是17230、17238、17239，搭乘同一辆的他们交通车是同时间的，机场的清洁人员。里面大概有4位防疫计程车是让我们扩大裁剪那我们可能就怀疑他可能有共用到一些的场所，那也查出这昨天也跟大家报过的17240，那现在我们知道是17230跟17240是 Omicron 的个案。1月2号那时候大家知道一个群聚是16941跟17181。他们在同一家旅馆的里面相隔的房间，那在居住的时间里面有重复，就知道它是 Delta 株判定了是由这个16941传给17181，那所以在17181我们就认定改判为本土的案例，改判为本土的案例。那至于这家的旅社那在台北市这边也决定现在开始他们就是只出不进。咱来看这个机场群聚感染，大省是3个清洁人员，一个运将，其中这个17230，伊是传染别人的风险较悬，嘛伫去年年底去中立的中正市场做生意，可能会变做一个Omicron病毒进入社区的章头，嘛佫今日增加一个是突发性的感染。即马知影，遮的确诊者拢捌使用桃园机场的便所，传染的章头侦查是差伫运将透过便所传予清洁人员，也是清洁人员透过便所传予运将。咱昨日捌讨论，这个病毒准定会入来咱国内。
但个人入来对咱是啥物款的挑战？咱请教副院长。好，我咧想吼，即边即马即个案件来讲吼，其实在咱去年的时阵，咱都预测到讲可能有即个状况啦。吼，啥讲？因为讲咱嘛知影这 Omicron 吼，本身伊的传播能力足强的嘛。是。伊传播的能力足强的即个状况之下，咱的防疫的第一线就是机场，吼，甲即个防疫旅馆，这两个是吼，就是讲若境外人转来会去机场，会去防疫旅馆。所以这两线内面。若是在即个在收即个防疫的即个过程中间，不管是人的即个操作问题 ，SOP 出状况，啊是讲环境出问题的时阵，都真容易互伊突破，互伊会感染掉。因为咱这个路线足侪可能。因为即个病毒伊的传播能力伤强啊，问题这是背景的因素啦。因为足侪人问我讲，副院长，啊旧年咱春节之间都无即个机场的即个吼即感染，啊嘛无即个。吼，即个防疫旅馆的感染，只要今年有即个状况，我感觉咱爱互民众了解，因为咱即摆面对的即个病毒无共款啊啦，甲旧年迄丛无共款已经变啦。旧年迄丛是阿尔法病毒嘛，大家个会记的，迄当初伊是一个人会传4个人啦，1传4啦，4传4 16，1传4 4传16嘛。但是即个 Omicron 伊是1传10 10传100啦，哦，伊的迄个传播能力足强的嘛，所以咱面对的即个病毒无共款，这第一点。第二点。最近不管是防疫的旅馆，还是机场的感染，大家有注意到一个有一个information， 就是讲，真侪拢是美国转来，所以我有统计一个数字吼，为12月到即马 ，Omicron 的即个在咱台湾即个境外移入的即个个案内面吼，76例内面，76例内面吼，美国转来有52个啦。所以占68%啦，哦，占68%。所以你看最近这寡 case 内面，像防疫旅馆也好，这些旅馆也是讲即摆机场这拢甲美国又转来有关系。啊，这对他主持人你讲了真对，对即摆美国在大爆发嘛，一天拢安尼几十万安尼感染嘛，所以伊遮侪人感染的过程中间，美国转来伊的风险本来就较悬啊嘛，啊风险较悬的时阵，你在机场，譬如讲坐即个防疫计程车。那无拄伊的时阵，就会吓唬即个司机啊嘛。哦，啊，若吓唬即个司机去变数的时阵，就可能就甲病毒留喺环境，留喺变数，哦，即个环境可能洗手台、桌台，哦，拢有可能嘛。啊，咱清洁的人员若去若无按照 SOP 去操作的时阵，去拄着，啊去喂到家己，啊佮摸即个眼口鼻，啊就会被感染。哦，啊伊都还佫去坐交通车，啊大家坐共款的一台。吼，啊，在迄个过程中间，伊这个传播能力较强，所以伊的这个风险就是较悬的原因，就是咧遮啦。专门咧消毒的人嘛会去喂着。是啊，啊，就是我就甲你讲，咱这边面对的这个病毒，甲旧年是无共款的嘛。所以讲，这对咱甲咱的民众讲一个状况，就讲，咱面对即马这个 Omicron 的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较强的时阵，所以咱在机场，啊是咱在防疫旅馆，啊是咱的防疫计程车，你在操作这个防疫的这个过程之中，你家己个人的保护，啊，甲这个 SOP 的落实就更重要了啦。吼，个人的保护就包含讲你要定期监测。所以我感觉讲吼，这边吼，其实我感觉还真幸运的是啥物代志，你知无？就是讲伊这清洁人员，因拢有定期咧做社区监测，因每7天拢会验一摆嘛。哦，啊，像这个清洁人员，这个17230这个清洁人员，伊真好，就是讲伊感觉唔对的时阵，伊开去快筛，啊发现出来，所以发现出来了，咱唔走法度找到昨迄3个，啊，甲今日这个嘛。所以我感觉讲无要紧，咱这病毒较厉害，但是咱就是要加强这个采检的密度甲强度，尤其是在即马若是咧机场、在防疫旅馆，啊是防疫计程车，即寡人较辛苦的，每3天像即马迄个防疫计程车，咱3天都要验一次。目的就是在这个所在，只要早一点把确诊者切出来，啊，这个传播链那个打断，啊，伊都无法度往下传嘛。即使他1传10 10传100 100传1000，他传到1传10的时候就被我发现，伊都无法度100传1000下去嘛。所以病毒更较厉害，咱唯有提高咱的防疫的强度，咱才有法度来面对较强的这个病毒。哦，伊这个级数袂正就对。对啦。观众朋友，这个病毒已经改变，咱即摆请教老副秘书长，这个病毒伊的这个特性是安怎？你安怎看？哦，是安尼吼，咱早早就有一个觉悟伫，就是讲吼，今仔日这个病毒若讲袂入来台湾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所以实际上咱老早就知影讲，伊一定会入来，是啥物时阵入来尔吼？
咱即马咱看咱昨吼美国的迄个病例差不多100万人吼，啊法国有40万人，英国有20万人咧确诊吼，所以你知影讲即马实际上是欧米康等咧伊的高峰的时阵啦吼，所以外国直入来的时阵，咱第一就是除了拄仔咱洪院长讲的以外吼，咱实际上吼。咱要安怎增加咱的家己的抵抗力，这都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啦吼。是。咱即马即个欧米康即个病毒吼，实际上吼，伊含咱头前的阿尔法、贝塔、伽马，伊毋是共一个来源咯，所以伊是另外我家己毋知为倒位造出来一个吼。哦。啊，人咧想咧推测讲，因为南非有足侪个艾滋的病人吼。是。吼，艾滋病的病人，所以是毋是伊伫内底带大家喂来喂去啊？艾滋病的病人本身的免疫系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才会发现就一个新的这种病毒出来。啊，第二种有可能咧预测讲，伊是毋是这个病毒有走去动物中传染一段时间以后，才佫走转来人的身躯面顶吼。哦。因为伊的病毒甲头前的病毒有30几个所在是无共款的吼。是。嘿啊，所以这是完全会使讲是一个新的病毒。啊，当然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都讲，今仔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吼，有一个好，有一个心内欢喜的所在，无一个心内较担忧的所在啦吼。哦。那担忧的所在就是讲，咱即马爱个战争啊啦吼，爱个战争。啊，较欢喜的一个所在是，咱讲好佳在。今仔日入来是欧米康吼，今仔日入来毋是 Delta。哦。因为欧米康本身伊的特色就是，伊拢伫迄个咱的呼吸道的这个较面顶站吼，伊较介意这个气管。伊较无介意迄个气，哦，已经Delta一来就走去气，就随着肺炎，啊，就真严重，啊，所以死亡率才会遐悬。啊，咱欧米康迄个伊主要拢伫较面顶站，啊，所以呢，伊影响的程度就较轻，所以伊的死亡率目前是差不多0.2吼%吼。啊，你若讲咱5倍无症头的病人，啊，加入来时，实际上伊是0.04%的死亡率。所以实际上已经慢慢啊咧含流感的迄个情形吼，愈来愈活迄个流感的情形。所以慢慢啊，咱对即个欧米康即个病毒吼，因为实际上欧米康应该是已经把会使讲甲 Delta 拍败啊啦吼。哦。咱的物种就一个情形，就是讲，咱有一个物种特别突出来的时阵，其他都会少去。是。吼，啊，目前即个世界上，咱看到嘛是即个情形吼。是。所以你若伊特别侪像其他就拢少去。Alpha 少去 ，Delta 少去。是Alpha Delta 即马拢少去啊吼。啊，今仔日若 Delta 入来时，咱是变到较紧张。是。啊，欧米康入来实际无毋对，伊足够感染的。啊，但是呢，实际上伊较无啥物重症嘛吼。咱即马知影讲伊得的拢是啥？老岁也无注意用食的吼，少年囡仔吼4岁、5岁至11岁啦，啥这年纪较轻的，所以即马小儿科电脑是一个挑战啦吼，一个挑战吼。即马若有感染入来，像实际上小儿科的病人会慢慢即个，因为即马无用食，也无住，所以因的病人会较侪啊。所以即个所在是咱较感觉讲好佳在一个所在啦。哦，我替观众朋友问者吼，拄则这个老医师讲，这个新的欧米康的病毒可能推测是对南非这个 AIDS 的病人啊，以及可能走去动物界内底啊，搁传出来。这款的这个过程是对病毒有影响，还是对人有影响？应该是拢有影响啦吼，病毒甲人拢共款，拢有影响到嘿。是。啊，即马后壁佫是咪？这是咪上尾一波？这真歹讲吼，因为咱即马毋知伫法国，啊，敢若是法国看，佫发现着一个变化40几个所在迄个病毒。啊，后壁是咪佫有你30几个，是咪佫有40几个，啊，是咪佫迄落真歹讲。但是咱即马有一个较乐观的是种，即个病毒是毋是慢慢咧直直咧回来吼，直直咧流感嘛吼，开始愈来愈生流感。啊，慢慢啊，若迄个死亡率愈来愈低吼，啊，传染率时阵吼，咱后壁咱实际上是毋是较乐观的讲就是讲，是毋是疫情慢慢啊要结束啊？哦，毋免伤惊吓意思。是无毋对嘿。哦好，观众朋友，咱拄则讲过，美国一日确诊超过100万人，其中较侪9.5%是这个 Omicron。咱即马来看对。境外刷入来的来源，上侪是美国，第二过来是英国，过来是哈萨克、加拿大、意大利、甲德国。即马咱若无算中国吼，
中国的数字嘛袂信得啦。大面拢是欧美的国家，即马致使咱即个境外移入的病例增加，咱来请教叶医师，英国、欧洲即马的状况，甲因主即个预防下的状况是安怎咧？好啊，英国的情形是早日到差不多21万人啊得到这个 COVID， 所以但是看起来足恐怖的，比一年前甲2年前拢较悬，但是阮看另一张，这是因为得 COVID 死亡的人，因真正是无遮严重，差足多，这是足悬的时阵。啊，但是遮呢，这是一天20几万人，但是死亡的人是100外。遮无为这个曲线安尼来标起来，所以上倒边遮可能是 Delta 的时阵，敢是？遮是 Alpha 的时阵。哦。对，啊，经过 Delta 的时阵，就无讲介严重啊，因为迄预防针都安尼足大量的给它打下去，所以伊甲 Delta 的迄死亡压甲真好。啊，到即马 Omicron， 虽然讲 Omicron 最严重的一天10几万人、20万人来确诊，但是因为得 COVID 死亡的人，啊是真正啊是病的啦，对。啊，为虾米呢？其实是英国是欧洲国家预防针拍甲足赞的国家，所以阮来看，这是第一档，这是第2档，这是第3档。啊，你学过数学，你阮都会知，这个斜率足悬的，因真紧都把这个第3档，就较紧，甲伊冲上去，安尼，互迄个4大人较好的保护力，对。是。对。啊，阮来看，倒一款人会真正会得 COVID， 啊去破病去住院，啊其实大部分拢是无拍预防针的人。哦，所以即马真正是。无注预防针的人，都爱赶紧吼。咱前几工有讲到，讲即个65岁以上的老大人，因注射的即个比率其实是较低全国的即个平均吼。咱嘛一直咧呼吁，就是若是还袂注预防针，真正都爱赶紧。观众朋友，月底就要过旧历年，转来故乡的即个人潮，是咱防疫的挑战。讲未来6礼拜是关键的时期，昨日捌讲过，65岁以上老大人，即个注预防针的比率较低，这会变做即个染病的风险。嘛，个青少年、囡仔人也较危险。这个状况，咱请这个老副秘书长来分析一下。这是安尼啦吼，咱即马因为。咱进前的一个报告啦吼，差不多27%的70岁以上的老大人吼，实际上是无注意用针。是。这吼，我伫遮吼，拜托吼，咱的这老大人啦吼，也是因为会当注意用针啦，拢尽量紧去注意用针，因为吼，这毋是干那顾着你家己尔吼，因为这你若活落去的时阵，咱的医疗的规个能量吼，你顾病人的这病院吼，无法度承担这个医疗的能量啦吼。是。所以这个所在吼，实际上吼，咱即马住遮久啊吼，所以半年外吼，大家嘛应该拢差不多拢知影，实际上伊无像咱以前咧讲的安尼遐尼恐怖啦吼。无遐恐怖。你上少你嘛爱去住1针啦吼，上少1针以后，你就可能较会动静的机会就少啊。你动静的机会少的时候，你较袂危害别人，而且你袂影响到咱家己的家庭，影响到咱家己社会，咱的国家的规个医疗的这种的能量。所以一个所在也是。千拜托万拜托，也是这句话，爱去注意预防针。去年吼，咧注意预防针的时阵哦，大家人伫遐咧竞的讲要注 AZ 啊，还是要注 Moderna， 还是要 BNT， 即马敢阁有即个顾虑？实际上吼，咱12月的时阵，11月、12月的时阵，咱已经开始咧混打吼，混打吼。混打的时阵，咱无做者报告出来嘛吼，就是讲你注完全注 Moderna， 完全注 BNT。AZ 加 Moderna 也是 BNT， 实际上伊的效果吼拢真好啦，实际上拢真好。所以这个咱也是建议讲，只要你有去做，咱就较毋惊吼。只要有去做，你就较毋惊。咱即马当然来讲，因为即马Omicron有一个特性，就是讲伊会跳脱迄个抗体伊会跳脱抗体，
他会逃避吼。所以为什么咱做者病人入来，咱做者国外入来的境外移入的人的时阵，因拢有注射哦，伊毋是讲无注哦，因拢有注吼。啊，拢有注的是为什么佫会着吼？佫会着？啊，就是即个原因，就是讲伊会闪吼。那一般来讲的时阵吼，咱若拄着 Delta 的时阵吼，你的抗体吼差不多降6倍啦吼。抗体，你本来的抗体差不多降6倍。啊，你若拄着 Omicron，你原来的抗体差不多降25至40倍。所以为什么注射过的人也是共款，佫会着的原因，就是伫遮。哦，所以第3针就足重要。第3针，哦，第3针咱若像莫德纳，咱注0.05cc 的时候，会当增加17倍的抗体吼。你若注迄个0.5cc，会使增加32倍的抗体。啊，0.5加0.25加0.5拢会使，无要紧。啊，大部分的国家是用0.25来注啦吼，有较侪人注，啊，而且较互互大家人拢较紧拢已经注着第3针。所以这个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代志。哦，好，是啦，即马 Omicron 入来国内注意风险是一个大问题，为着爱赶紧把这个注射率诱互较悬的，咱即马的做法到底来看。第二剂0.5cc。哦，好，来袖子准备。医护人员无用注疫苗，双手拢无停过。台北市说疫苗注射站随到随注，拜三透早就出现排列人潮，也个人进前观望态度，唔敢注疫苗。即摆因为发生疫情，赶紧来注第1剂。万一真的自己重症了就麻烦了，造成家人的照顾啦什么的，所以我还是勇敢的出来打这一剂。要消防员第2剂注满5个月，马上挂号注第3剂。消防队啊，因为我们通常会跑就是会执行救灾救护啊，接触到一般民众的机会非常的大。因为桃园爆发新冠本土疫情，连带刺激台北市疫苗系统的预约量。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初3拜日预约量只有2879人，不过初4拜日预约量就冲到7896人，增加5000多人。为了鼓励民众注疫苗，台北市府也希望赶紧让第一线医护人员赶紧注第3剂疫苗，提高保护力。第1剂来当这个母数的话，我们目前完成第3剂的已经有12%，我们持续的来关切，让第一线的医事人员都能够接种第3剂。台北市府强调，另外也针对辖区内底164间防疫旅馆进行空调系统总体检，目前已经完成一半，全部合格，要防止旅馆群聚事件搁发生。为提升疫苗注射率，为初5拜三开始注第1剂疫苗甲第2剂疫苗民众，台北市府拢提供200块的商品券，提升民众自卫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即马讲到注第3档预防射的意义吼，咱来请教叶医师。好，这是英国，差不多1礼拜以前做了的研究甲资料，因为甲阮讲，是真实世界的这个 effectiveness， 那是上准的资料。因甲阮讲，唔管你是拍 AZ、BNT， 还是 Moderna 甲 Moderna， 你过差不多1到2个月以后，你对 Omicron 的保护力是足的。啊，时间若是拖到6个月、到5个月，基本上唔管你拍2档的 BNT， 还是2档 Moderna， 还是2档的 AstraZeneca， 基本上的保护力拢是几乎是0，是无保护力。哦。所以，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若拍第3档的 mRNA 疫苗 ，half dose 的莫德纳，还是 full dose 30 microgram 的这个 BNT， 你会使足紧的就恢复这个保护力到7000到7500。哦，对，啊，但是看起来嘛袂使挡偌久，但是应该是会使挡差不多12周，对，12个礼拜，有3个月，差不多这个6000到7000的保护力会使挡差不多3个月左右。是，啊，但是这3个月其实都是阮即马最需要的代志，但是阮来讲边境的问题。那但是 OK， 这个是保护力，还是避免这个有症状的感染 ，OK， 啊，阮即马来看，
啊，就侪观众朋友会问讲，啊，我若拍一档，啊是2档，安尼啊，敢有啥意义？哦，就有意义的。才会表甲阮讲，这个是拍1档、2档加3档，来会使增加偌济的这个弹衣的保护力。保护力啊，1档会使到52%，2档的有72%，啊会使挡足久的。啊，但是你若拍第3档以后的，会搁较悬到88%。哦，对，所以一定爱做第3档哦。对，迄意义足大的。是。好，那即马来看阮台湾的边境吼，因为阮台湾即马本土是啊，搁无 Omicron 嘛无 Delta， 是，所以唔管你安怎咧传，真正会拄着病毒的，都是遮边境的检疫的人。哦。哦，啊，甲真正咧照顾遮的移入的患者的医护人员。人员啊，这是真正最需要的。前3类对不？对，前3类。啊，这的人的间隔，如果你维持是5个月的时阵，无法度拍到100%，因为足侪人是差不多8月、9月啊，再拍第2档。所以这些间隔如果是维持5个月的时阵，你无法度把第3档拍落去，啊，无拍第3档的时阵，就是这个情形，零保护力。是，唔管你是拍莫德纳两档，啊是 BNT 2档，看起来对 Delta 拢够足好的哦，但是 Omicron 低落。是，咱请教副院长，这个爱隔5个月，这个。这个决定是安怎来？敢会当真正会当讲，咱可能3个月就去做第3档。事实上是安尼啦吼，在国外吼，做第3针吼，有的国家是4个月会使做第3针，啊有的国家是6个月。而咱是每一个国家，因为伊每一个国家的状况无共款，伊是根据迄当阵的疫情的状况去做一个调整甲决定啦吼。所以即马来讲吼，我首先我爱甲观众朋友讲一个最重要，头叶医师特别甲强调，恁唔知有听到无？就是讲注意放射其实就是有两层的意义，两层。头一层就是避免你动静甲断医，这层的意义，这是头一层。第2层是啥？就是讲避免你互感染、被感染，啊，甲有镜头的被感染，这是两个代志，吼，两个代志。啊，我想用安尼讲咧，就是讲你做这第3针落去了后，吼，你的这个避免动静，啊，甲断医的。这个保护力就已经到88%，他叶医师有讲到嘛吼。啊，即使你敢若做1针，你嘛有52%，你会使免去断医甲动静。所以做1针甲做2针的意义嘛真大，唔是敢若做第3针。第3针的意义是咧避免你互感染，也是避免你有镜头会被互感染，这个代志真重要。所以做第3针，即马咱台湾，我感觉我有甲 CDC 建议就是讲，即马上紧急的是啥物？就是头拄咱讲的。第1类到第3类，头一类到医护人员、边境、防疫计程车啊，这防疫旅馆，这寡人即马是真迫切做第3针。为什么？因为因守头一线嘛。迄病毒顶来，因拢咧头一线。头一线的人，你甲第3针做咧14天了后，伊的保护力提升到74%，会使避免互感染的时阵，伊才有好阻绝迄个病毒个往下传播嘛。所以这个意义对头一类到第3类的人，伊守的。伊这第1类到第3类就是高风险、高接触的这寡人做第3针，应该是爱这个即马 ACIP 已经在开会啊啦吼。我相信即马本来咱是5个月，有机会会使缩小到4个月，是不是有可能？就互因较紧做第3针，就第1类到第3类，安尼有法度互因在半个月来迅速提高这个保护力，避免被感染，避免被有症状感染的时阵，来守住这第1线。安尼即马外国转来的人，因守会掉。病毒才袂入去社区嘛，吼，所以这是第1个代志。第2个代志，我要讲的就是讲吼，即马我较烦恼的是啥？就是讲咱台湾吼，2300万的人内面吼，扣掉袂使住的12岁以下的人超过2000万呐。啊，但是2000万即马住1800万，即马住1800万左右。所以换言之，就是讲有200万的人，即马是连一剂都无住。所以这是令人足烦恼的代志。啥讲？头拄啊，这个秘书长有讲嘛，虽然这个 Omicron 伊是历来是很轻症，哦，对，流鼻水啦，这上呼吸道的一寡镜头很轻症没有错哦。但是你若一剂拢无住的时阵，你去住院加重症的几率是有注给这个疫苗的人，上无你的
风险的升高30倍以上啦，30倍，上无是30倍。你问个，你请叶医师这国外资料拢看会到，就是讲你无注意，一剂都无注，甲有注一剂的人去比较的时阵，对Omicron啦感染了后，你去住院的迄个几率，甲重症的几率，伊就是加足悬的嘛。所以咱即马台湾阁有这200万吼，一剂拢还未住的人吼，咱要安怎用什么方式吼，甲因鼓励因出来住啦。所以昨 CDC 宣布嘛，即马出来注射的吼，阁有200块的奖金啦。我相信这种方法敢有够呀？啊，当然是加减拢有效嘛，就是讲咱在用足侪方法来鼓励咱的民众出来注这个射。哦，200块甲因鼓励，但是我相信无人会为着200块出来注射。但是像即马咱在24个场所哦，像在阮病院来讲，你若是讲阮的员工你无注2针的，是，安尼我来讲，阮7天都爱甲你筛检一次啊，因为我会保护我这个机构嘛。所以即马咱台湾有24个场所，像8大场所的从业人员，你若无注2针的，你袂使来食头路。啊，这就是咧保护来咱这个人潮密集的，像机场啦、像病院啦、像长照机构的从业人员，你家己一定要注2针，你才会使来上班嘛。所以就是讲，咱要用一寡方式，软硬方式来鼓励咱的民众会使做的，尽量爱开做。安尼吼，即使有一天Omicron来的时阵，你才袂讲。这足短的时间，啊，足多的病例嘛，啊，足多的病例的时阵，你若无注意预防下，你嘛是会去住院甲重症呢，迄机会啊，阁是有的嘛，因为伊的传播能力伤强啊嘛，所以我即马就踮遮呼吁，啊，未住的人吼，你若问医生，若会使适合住预防下，真正爱较紧出来住。尤其头拄老副秘书都阁讲一个重点呢，这个Omicron即马就甲感冒，你看镜头拢几乎拢共款啊，啊，咱镜头拢共款的时阵，虽然讲伊是较轻症较好医，但是佫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歹发现呢，你歹发现伊嘛，因为伊的镜头你就想讲，我这流鼻水，啊流鼻水就感冒啊，你袂受到是互 COVID 去感染着。你以前讲迄个啥，迄个Delta 的时阵，你会记得，迄个味嗅觉丧失，啊，迄个足明显的，甲感冒是无共款的镜头。那味嗅觉丧失，我看8九不离10，可能是有着啊嘛，对不对？但是即马伊是甲感冒共款的镜头的时阵，你不好发现它，不好发现它，伊就可能会在人群中去甲你传播嘛。所以我感觉民众即马上强调就是我头仔讲的，未注的，未注一针的，较紧去注吼。第1类到第3类，我呼吁咱的指挥中心，即马考虑是不是可以考虑4个月，就互咱这1类到3类的人去注这第3针，互因这2礼拜的时间，较紧甲伊保护力提高上来。是。老医师，咱人的身体内底是怎样的这个抵抗病毒？啊，这甲注预防针有啥物关系？咱是安尼啦吼，咱的迄个免疫系统吼来讲来吼，主要是一个抗体嘛吼，啊，另外一个就是 T 细胞，这两项吼，主要是来维持咱的来对抗这个外来这个病毒的方式。啊，咱做讲上济，实际上是拢咧讲迄个抗体嘛吼，抗体吼。啊，实际上 T 细胞本身原来是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啊，目前咱即摆研究实际上也无啥够吼，为虾米？咱咧做 AZ 的时候，实际上伊的 T 细胞的功能是实际上是上好的。哦。但是因为咱看足侪病人做 AZ 2剂以后，也是共款着 Omicron，所以这个中的这个关系吼，可能爱搁进一步的来做检查啦吼。是。啊，咱拄仔有咧讲着讲迄个Omicron的镜头较轻吼，我补充我接迄个洪院长的话吼，再我继续接落去。迄是讲你有做过预防针的人吼，你若无做过预防针的人，实际上你也是真容易重症吼，真容易重症嘿。所以这点是大家莫讲这么较轻啊，无要紧，毋是哦，毋是，迄是有做过预防针的人才有这种的情形吼。啊，拄仔有讲过吼，即摆诊断吼无简单吼，因为愈来愈像一般的感冒、像流感吼，所以你要诊断实际上是无简单。所以咱本身像咱台北市吼，即马有像咱艋舺区，就即马选15间的诊所吼，互大家拢有迄种迄个筛检迄个试剂吼，互大家就有感冒的人就做，有感冒的人就做，安尼才会当了解讲咱本身社区的即马感染的情形吼，安尼才会法度就互咱做一个预防的方式。所以政府实际上伫即个所在是原来真拍拼啦吼。啊，阮台北市医师公会伫昨咧开会的时阵。我那就有呼吁着讲，那台北市的诊所会当做的人吼，都会当含咱的 CDC 联络吼，会当大家拢尽量来斗3工来做这个资料甲做出来吼。是。
啊，自12月时阵，实际上阮都已经咧呼吁啊啦吼，讲即个5个月，因为咱若照迄个时间来算吼，你要住第3针的人吼，住第3针，你若5个月，差不多拢伫2月、3月才会住着。对。哦，住正月中就开始才有人会法度就是讲，因为你5个月。即个卡掉的嘛，是。啊，你卡掉，你即马2月、3月才做袂成，你即个过年基本都无法度保护着啊。对。啊，所以即马咱上惊就是即个过年即个时间哦，7+7+7，咱大家拢真紧张。啊，你大家讲拢无注意用下，所以即个所在，阮就12月，阮就一直咧紧张，希望就是讲，指挥中心啦、ACIP 啦，是毋是会当紧开会吼，来甲即个时间来放互较迄落较莫讲，你一定坚持，我5个月一定要冻伫遮。你是毋是3个月你就会当住？因为足侪国家基本拢是3个月嘛。啊，甚至有个国家有1个月就咧住啊，吼。哦，所以实际上，阮遮一直也是呼吁咱的指挥中心吼，会当较紧决定，吼，较紧提早互咱的咱拄仔讲1、2、3类嘛，吼。啊，实际上毋是干那1、2、3类啦，吼。其他咱的人员，因为咱的疫苗若有够。咱一工咧注射迄个能量吼，会当到30-40万，一工会当注30-40万吼，所以实际上咱有即个能力，吼，你只要你疫苗出来，啊，你讲你莫甲阮当讲你5个月，有时间到的人就会当注，安尼的时阵吼，足紧就会当甲即个规个拢甲注起来，能量够，赶紧咱有即个能力吼，啊，所以安尼注起来时阵，咱的台湾就会当稳定来吼，稳定来，安尼所以这是一点阮伫遮特别来呼吁的，啊，其他为虾米呢？因为咱一般迄种Delta咧治疗的药啊吼，像迄个单株抗体啦，monoclonal antibody 吼，对Omicron是无效的吼，无效的哦吼。啊，咱的抗病毒的药啊吼，像辉瑞啥，因即马做出来，但是迄差不多半年以后才会入来。吼，所以实际上咱即种有武器无？除了疫苗以外，差不多是无吼。啊，咱会当做的就是咱基本功啦吼，就讲你的手、喙暗啦吼，你洗手啦吼。啊，你空气有当流通啦吼，啊，你迄个人甲人之间的距离你会当保持吼，这是基本功。啊，但是会当用的实际上干那剩疫苗，其他的物件咱无。所以实际上也是呼吁咱的指挥中心吼，较紧甲即个做起来，大家好好啊过年。好，观众朋友，咱来看数字吼，这个得到这个 COVID 的各种的这个病毒吼。伊的这个重症的状况，亲像这个接受这个上诉的治疗啦，接机器才会喘气的啦，也是要送入去加护病房，也是真正死亡吼。咱看到这个干嘛色的，都是得到 Omicron 的人的这个数字，拢较少。不过观众朋友爱会记得哦，这是有注意方式哦，你若无注。共款30倍拄则有讲过吼，咱即马看到 Omicron 的这个重症率较低，这对这个规个全球的疫情有啥物款的意义？咱先请教这个洪副院长。是，这个吼，咱看吼，这个病毒伊在演变的过程中间吼，咱之前嘛有讲过，就讲伊病毒就是想办法在咱人类的社会跟咱共存嘛。是，所以伊的演化迄个方向吼。伊会慢慢就是讲变做讲传播力愈来愈好，安尼伊才有法度伫较侪病毒内面脱颖而出。所以为什么 Omicron 会使超越这个 Delta 病毒？即马已经变做世界各国的主流，就是讲因为伊的传播能力特别好嘛。哦，啊，第二点就是讲伊本身来讲，伊的即马看起来镜头，甲以前 Delta 病毒有一点无共款的地方。咱头拄有拢讨论过，伊较比较轻症嘛，较轻症，有即马即种表现嘛吼。所以看起来就是讲那。就按照咱人类的这个历史来讲吼，1918年的迄个西班牙的迄摆迄个大流行吼，经1918年到1919到1920年的4月吼都结束啊，差不多2年个4个月啦吼。所以我若讲历史会使个定来一摆的时阵吼，会个定演一摆的时阵吼，今年吼。事实上，后半年应该是慢慢，咱这疫情吼，爱慢慢爱往这个吼，会使咱这个病毒共存的方向去进行。所以大家头头有讲到一个重点吼，咱讲吼，美国即马一天几十万人安尼一直念这个吼被感染这个Omicron吼。但是吼，我有请教美国的朋友，伊甲我讲吼，共款今年吼，虽然讲较侪人较紧哦。但是因的心情，甲旧年吼是有一点仔无共款的所在。伊旧年迄当阵吼，
疫苗还未开始做嘛。是。所以迄当阵，而且迄当阵若是去用念到的人吼，动静甲住院的机会足大的啦。较悬。啊，死亡率嘛较悬嘛。但是即马因在美国，因就感觉念到就是在厝的吼待个3天，或者镜头过去，你若有住过预防车，你嘛袂动静啊。像咱最近这52个有无？咱头讲的，咱即马12个到即马是52个，即马拢在咱来咱台湾，互咱抓到境外移入的这Omicron的个案。其实我每一间病院我想探听一下吼，这52个内面吼，一半几乎是拢无镜头的呢。哦。像我有一个莫讲倒一间病院吼。我就问讲，伊踮遐住12天啦吼，12天吼，伊虽然Omicron吼突破性感染吼，12天内面吼，伊连一粒药啊都无食，为什么？伊就敢若人喉枵枵尔，要食什么药啊？无讲人无爽快，我就人喉枵枵尔，规个人好好啊，拢要订麦当劳啊，所以讲，就是讲，我要表达的，就是讲，你若是在预防下两剂有做的好，你就算不幸互染着Omicron，无要紧。基本上你无镜头甲轻症的机会是足大的嘛，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虽然咱即马看一天安尼几百人、几十万人，但是因美国人即马吼心头较了知啊啦。就刚头迄个叶医师嘛有讲嘛，英国嘛是共款啊。虽然讲即马一天20万人，但是你看伊的死亡的人数，一天我有甲看，7天的平均值头100个左右。但是因去年在高峰期的时阵吼。一天是死1200几个呢，你看差几倍，超1/10的死亡率的，这个表现出来。所以我感觉吼，咱面对即马这个Omicron吼，我是感觉咱的民众吼，我讲一个结论就好啊啦，就是讲咱来提高警觉啦，但是莫惊吓，就是安尼嘛。提高警觉莫惊吓，你该去注射，时间到爱注射，你爱去注射，这上重要。是，搁再强调一摆，你若爱心头患定，就爱注意风险。咱来请教老医师吼，这个Omicron即卖的这个发展，咱敢会使去乐观的去这个暗算讲，这可能是全球疫情的这个尾期啊。咱的成分吼，咧演化的时阵吼，就是讲伊慢慢会向啥，你的传染力足大的吼，足容易传出去的吼。但是咧，你袂使互你活着的人吼死去。是，你若死去以后，伊就传袂出去啊嘛，吼。所以这是生物咧进化的所在的一个方式。所以咱Omicron即摆目前的情形就是安尼吼，就是讲伊真够活，但是伊袂互你的迄个活着的人，就随着就死去，就过身，过身去伊原来就缀咧死去啊嘛。是。所以即摆咱看到的Omicron，就差不多就是即个情形吼。是。所以咱无咧有一个想法，就讲安尼是毋是即波是咱？这2年来疫情的上尾一波啊，吼，是毋是？就因为慢慢咧行这个路啊嘛，吼，生物的演化就是这个方式的演化，所以咱院长原来有咧讲过，讲大家毋免惊吓，吼，咱爱准备，但是毋免紧张，爱做啥物代志就做啥物代志，好好去面对，安尼就会使，所以大家爱放心，相信咱的政府的能力，咱头前挡2波的Delta。哦，咱实际上挡较足水的，挡较足水的，所以咱搁水一届，好无？咱即摆看到吼，这个着Omicron伊的这个症状吼，你的咽喉痛啦，也是塌鼻、流鼻水，拍骹唱、头痛，也是讲你的这个腰酸背痛、流汗，也是人神神，这款的这个症状吼，甲 A 型的这个流感是完全共款的。致使咱无法度真紧就发觉讲我是得 COVID， 咱请教叶医师，咱就爱安怎来提高咱的警觉？好，英国的经验甲阮讲，差不多这个时阵，大部分有上呼吸道的症状、有症头的人，大部分拢是 Omicron。对，所以伊真正爱看你的这个疾病的这个分布。即马是 Omicron。真侪拢是Omicron，一天是20万人嘛，对，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大部分安尼有遮个镜头的人拢是Omicron，对，所以爱提高警觉，就是讲，到时阵你就爱先有一个准备，这个有镜头的人，可能80%是Omicron。爱用这款的心态去看这个病人，会较好。即马是阮的边境有小可的感染，所以边境人员爱真正较细心的
嘛爱保护你这个周围嘅机场的人，所以每一个边境人员爱想讲家己今仔日可能拢有这个病毒，所以你爱做一切努力去保护你身躯旁的在同事甲每一个人。也就是讲，你即马若是有症状，你就爱先掠做家己已经得到 Omicron 啦。对，尤其是1到3类。啊，就爱赶紧去检查。哦，啊，咱最后来请教这个副院长吼，就是若真正 Omicron 伫咱国内有产生这个大流行吼，啊，敢会变做亲像去年5月迄款的状况？哦，这个问题吼问了足好的啦吼，因为吼足侪人问我讲，副院长啊，这波敢会甲去年5月迄波的迄个疫情同款吼，后壁敢会拖万几个人吼？拖出来吼，我要甲大家讲的，就讲去年5月迄摆大流行，大家唔通袂记的。迄摆是咱伫5月进前吼，咱对社区的这监测的这个程度无够嘛。咱迄当阵检验的迄个一工才检验千几个人的 PCR 嘛，但是5月了后，咱即马一工检验2-3万人嘛，咱的迄个检验的迄个数量增加足多的嘛吼，迄就是一个社区的监测吼，社区的监测足重要。所以咱伫9月的时候，大家有印象无？迄当阵 Delta 病毒入来。在新北市的迄幼稚园、幼稚园吼，迄个女老师因先生互感染着了，大家嘛是烦恼啊，想讲哇，Delta 病毒进来咱台湾，惨啊，会大流行，尾也有无？无，才33个人的就结案了嘛吼，所以这代表讲，要这个 Omicron 这个物件吼，会变大流行无？上重要就是讲，咱本身来有法度较早发现的时阵，较早发现，啊，咱就甲自觉，卖互伊的传播链往下走的时阵。当然都袂有这个大流行的这个状况啦。但是咱即马是面对一个较 critical 的问题是啥？就是讲，因为即马世界各国吼，像美国啦、欧洲这寡国家，若毋是自己预防车，啊无就是有 Omicron 蹂躏过，互伊感染着啊嘛。所以会使讲，因咧欧洲甲美国几乎吼。到今年的3月了吼，因全国若毋是自己预防车，无就是拢感染过啊啦。所以因若安尼的时阵，因慢慢因的国家的边境会更较开放嘛。但是迄当阵咱若台湾要开放的时阵，咱的步骤要安怎开放，咱都要去想好清楚。因为咱台湾是一片净土呢，因为咱无互Omicron这感染过嘛。所以咱若是要甲国外去对接的时阵，你若是甲边境的迄个防疫的措施，若甲放互较灵的时阵，你可能本土的疫情就会起来啊嘛。吼，所以这是大家爱注意的所在。所以我毋知讲，你要避免这个状况的发生，就是我毋知头仔讲，迄200几万人连一剂也袂去做的吼，上好爱较紧去做啦。这就是讲，因为咱无可能讲完全即马守甲较严嘛，这个咱无可能大家开始咧开放啊，咱讲一直咧守。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咱总有一天咱的边境嘛，要逐渐的开放啊。譬如讲，咱即马是7+7嘛，有一天可能变成5+9，甚至3+11，这一定会慢慢这个检疫隔离的作为，一定会慢慢要放松了嘛。但放松的过程中间，咱的社区的风险就会提高嘛。啊，你社区风险提高的时阵，咱若大家有的人讲我袂注意预防车的时阵，当然咱会感觉较惊吓，问题是这个所在，所以大家要先做好这个准备啦。啊，即马清零敢永远是咱应该要追求的目标啊，应该是安尼讲啦，因为毕竟徛在咱政府的立场吼，你讲搁较清净，你人这个病毒入来，每一天拢几万人去用感染着的时阵，一定嘛是有一定很少的比例。会被重症跟大医啊，虽然比例很少，可是绝对数字还是很大嘛，对不对？所以为着要保护咱的国民，当然咱即马政府的政策就是讲，上好这个病毒卖互伊攻入来，咱会使讲维持目前的状况。啊，等甲全世界的疫情拢过去了后，啊，迄当阵就是讲因的这个病毒较袂来咱台湾，咱再来放松咱的边境，安尼对咱社区的这个影响嘛较小啦，吼。所以我是想讲，政府即马这种清零的即马这个作风吼。嘛是讲，咱即马就是讲，嘛是要维持即马即个做法。为什么？因为咱的民众可能你嘛无法度接受讲，虽然拢轻症哦，但是你敢无法度接受讲，即个陈部长下晡2点的时候讲，咱今日阁有2万3万的人确诊。我想应该咱台湾人的民众在心理上吼，你可能嘛无法度接受嘛。啊，我若甲你讲3万人内面拢轻症，你嘛是会惊吓，对不对？所以。目前咱台湾的国情啊民情，就是讲咱嘛是爱尽量啊守好安尼，啊咱静待国外的疫情可以过去了后，啊咱看咱后一步要安怎个做，安尼再来决定安尼。是，老医师，咱这个台湾伫去年吼收了真好，Delta无入来吼，啊即马看起来讲
别个国家可能有这个大流行了后，伊有这个群体的免疫吼，啊，咱台湾煞无啦。啊，即摆亲像咱的这个得着Omicron的人，搁较少，这收了真好，这到底即摆是优点还是缺点呢？哦，这应该对咱的拄仔讲到咱的民情吼，人民的对这种代志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优点啦吼，优点。就亲像咱进前咱讲哦，Delta 无入来，对吧？咱台湾无 Delta， 啊 Delta 去互送甲解决起来，去 Omicron 甲解决起来，对吧？吼，啊所以伊甲解决起来，所以咱唔免去含 Delta 搁去战争。啊 Omicron 嘛是共款即个情形啦吼，就是你大家拢得过啊吼，啊即个病毒已经无啥物咧流行啊，啊咱嘛袂着啊，啊迄阵啊大家拢咧开放，咱无可能台湾拢永远甲锁咧，无可能啊，一定爱开放的嘛。啊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幸福啦吼，这是做幸福的代志，咱唔免得遐病，啊而且佫共款全世界大家拢已经拢稳定落啊，啊大家会当过正常的生活吼，啊而且你佫看这个病毒已经慢慢咧行咱那个生物咧演化的这个过程内底，已经是咧慢慢咧了解，所以甲以后的时阵吼，咱可能话啦以后会每一年加注一支 COVID-19 吼。哦，就敢若亲像咱咧做迄个流行性感冒吼，流行性感冒的预防针，以后可能会慢慢就是会行这个路啊啦，嘿。是。啊，因为咱知影伊即摆个死亡率已经愈来愈低啊，愈来愈低啊嘛吼，愈来愈低，所以后壁就是愈来愈当做一般的流感安尼尔。啊，敢会变做讲未来100天，咱拢爱去逐冬拢做这个 COVID 的这个这有可能啊，但是因为咱即摆毋是逐年拢咧做流感。对吧？啊，以后就是我加注一针安尼，真有可能啦。嘿。哦，好，咱请教叶医师吼，伫英国去年的时阵，这个首相 Johnson 伊有一个这个 herd immunity 的这个政策哦。啊，在你看，这到底是真正有路用，还是讲的尔？我会使看南非甲别个国家较无共款的所在，都是因有 Beta variant。哦，因是先武汉，搁有 Beta， 是啊，足底的时阵因有 Alpha， 搁接的是 Delta， 啊，再搁拄着 Omicron。哦 ，OK， 啊，所以南非伊是有做一个调查甲研究，伫咧 Beta 隔数以前，差不多60%到70%的时大人拢感染过啊，啊，迄个时阵预防针还袂出来，是预防针是因咧拄着 Delta 的时阵，才慢慢啊出来，啊南非的这个预防针嘛，无有讲足多，即马嘛拍到3车外、3车、4车外尔。所以伊在 Delta 的时阵，其实伊靠的免疫力有真大部分是自然感染。自然感染对，自然感染，伊是自然感染叫 Beta， 甲自然感染叫武汉迄个病毒。啊，所以伊咧 Delta 的时阵，啊，个 Omicron 的时阵，伊就逐步。安尼调啊变成就轻症化的，其实是因为因的 immunity， 因的迄个保护力，唔管是用预防针，还是自然感染，因拄则会安尼塌起来。是对，啊，所以自然感染本来就是一个会使保护的重症、破病重症啊，到死亡的一个方法。但是，阮即马爱讲的重点就是，你莫头一届就拄到这个病毒，你爱拄到病毒，不管是 Omicron 还是以后的病毒，阮希望你是拍好拍满以后，再搁去染到这个病毒，因为到时阵染到，伊就敢若小可敢若流感啊，或者一普通的感冒，啊，这都是阮感觉是上赞的安排。对啊，阮台湾是真正足幸福，因为阮挡啊足好诶，所以阮会使看别个国家安怎做，阮会使等甲疫苗出来，阮会使做上好诶调配。但是阮拄则讲诶，迄个第3档会使挡3个月，最重要诶原因就是因为阮即马需要这3个月。哦。到3月、4月天气较热人诶时阵，你更较免惊。北半球的疫情会受天气的影响，逐渐受到压制。到时阵，阮台湾嘛会使甲这些时大人拍好、拍啊搁满。啊，第3档需要的人嘛，搁啊住甲9成，敢若英国共款的时阵，阮都会真正有足大的保护力来去对抗这个 Omicron。到时阵要开放要安怎，阮有较多的这个底气啊。是啊，洪副院长，
我来问一下，就是这个热人的时阵吼，病毒会较点去，这个道理是啥？哦。无啦，咱大家拢知影吼，伊即个病毒，伊就是伊的温度甲湿度吼，伊在一定的条件内面吼，伊在存活在咱的表面的时间会较久嘛吼。啊，搁来就是讲，伊这天气的关系，譬如讲咱即马若是冬天的时阵吼，咱人甲人的这接触会较 close 嘛，因为冬天较寒嘛，像国外来讲，啊，你冬天寒的时阵，大家就是一起取暖嘛吼，啊，对人甲人的这个密集的接触的机会较大嘛，啊，你热天了就是，这就是较少，所以这是病毒的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有这个状况会发生啦。是，嘛是爱考劝观众朋友吼，若是还袂注预防下，真正爱赶紧去啊！嘛呼吁指挥中心会使甲这个5个月期间缩较短的，互咱大家会使拢去注意。